诗篇100篇吼，是第一好的宣调的一篇诗篇。开始的是讲吼，全地就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，这是真好，叫大家拢活来学罗上帝。是事实伫教会内底真济时阵用这篇诗篇咧做宣调。犹太人的会堂，因的敬拜嘛，常常用这篇。这篇诗篇只有5节，总是内面包含足侪物件。其实诗篇，规本诗篇拢叫咱着爱学罗上帝，咱大家拢知影。总是诗篇对93篇到100篇吼，圣经学者也是讲教会看这8篇诗篇叫做吼上帝掌权的诗篇。伊伫对第93篇开始讲上帝做王、君王，做审判的统治者，掌权万国，上帝掌权的诗篇。诗篇100篇是这8篇的诗篇上尾啊一篇，亲像咱礼拜上营上尾啊。这个上营是学了做结束。规本诗篇上尾啊篇是150篇，嘛是学了上帝的诗篇。咱看伫遮吼，用英语吼，我伫遮互咱看英语甲台湾话无共款的翻译吼。咱来看，你看英语的吼 ，Shout for joy to the Lord, all the earth, worship。我即摆要讲的是吼，你甲看头一字吼，拢是动词 ，shout、worship、come、know 4个动词吼。啊，搁落去吼，我用YY 字迄吼是理由，咱是安怎都爱 shout， 是安怎都爱 worship， 是安怎都爱 come。是按要弄啥物物件，这是一个吼。啊，咱过来看，过来迄个吼，过来迄个 enter、give thanks and praise， 迄嘛是拢是动词嘛。这个诗篇内底有7个动词，按2段是咧说明这个动词，这是真趣味的安排。啊，我吼，莫互你搁创顶来迄张吼。我看这篇诗篇的英文哦，咱台湾话甲英语吼，你甲看，全地着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，是 all the earth shout for joy to the Lord。台湾话是安尼写对无？这恁若要教英文哦，迄英文的句甲台湾话的句无共款的所在，这上好。这个诗篇足好，你甲看吼。第2节 ，worship the Lord with gladness。伊讲啊，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，欢喜的心，你甲变回 with gladness，worship the Lord， 会通对无？你甲看吼，这英语你吼啊 ，with joyful song，come before Him。这咯，迄英语甲台湾话无共款的，这是。甲恁小可欣赏一个英文的，甲台湾话构造无共款。那咱来看头一个吼，啊，全地就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。这个诗篇吼，毋是干那对犹太人讲，这个诗篇是对全地讲。较定仔我会讲是安怎，这个诗篇对全地讲有遐尼要紧的代志。全地就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。要对耶和华出欢喜的声，要对耶和华出欢喜的声，无一定是伫做礼拜中间啦，无一定对不对？你伫野外嘛会使唱歌学罗上帝，无一定是伫遮。哦，啊，这个宣调啊礼拜，吼，啊咱礼拜，这我讲拄仔讲这诗篇用伫宣调。啊，就是要礼拜开始，礼拜中间咱会唱歌、唱圣诗、学罗上帝，这是一定。总是无一定伫礼拜时才会当出声学罗上帝。你敢知影台湾长老教会吼，伫
伫普世是出名，或者吟诗的教会，圣婴 church， 恁敢知影？台湾长老教会真出名，讲咱是真老。这是早时的宣教师吼，来台湾的时，因真侪有音乐训练，像郭威廉牧师娘，伊有写一首圣诗伫咱的圣诗内底，啊是讲德姑娘，真侪有音乐训练的人来，啊因早真侪西方的音乐来，毋但安尼，因直接开学校，因遐人伫学校教piano教音乐。长老教会开始的迄个吟诗的即个代志吼，对台湾的音乐真有影响。即摆台湾的古典音乐足惊人的呢，美国对袂着呢。我转去台湾看迄个国家交响乐团吼，真正是足厉害的。这拢对长老对教会的唱歌开始。早期的宣教师。啊，我读淡江中学的时候，阮淡水吼，迄阵啊楼下也无遐济吼，对阮咧炮台埔看出去吼，咱食饭饱吼，啊散步出去啊吼，看日落吼，啊阮朋友少几个啊吼，啊开始就唱歌，伫遐唱歌，伫遐看日落，哦，迄个生活足好诶。啊，阮搁一项是，阮的音乐课吼，阮拢有买音乐课本。我尾仔问校长讲，啊，你也毋捌用即个音乐课本啊？你叫阮买创啊？伊讲这教育厅规定爱买，无买袂，内底拢中国歌。阮拢唱了101什么世界名曲我伫淡水3、4年拢唱迄呢。希望遐一定知影这吼。啊，我伫淡江中学的是头一遍唱哈利路亚 chorus， 好是外英文的呢。吟诗学罗上帝。啊，我搁一摆吼，阮捌一摆甲一阵牧师吼，对台湾去亚罗塞勒去倒，啊，阮去看迄个古迹，啊，因导游甲阮讲吼，因迄设计吼，你坐在上后壁，毋过上下骹只讲话吼，声安尼送起去拢有听的，啊，真正是安尼。你知影阮创啥？阮伫遐逐个少的吼，合唱咱就来吟诗。感谢有老耶和华，咱台湾人，大家拢会晓唱迄首《咱就来吟诗》。迄个感受是足好的呢。咱会晓吟诗，会晓感谢上帝。我有一个朋友吼，做牧师，啊，因教会足好唱歌的，伊拢甲阮讲，阮教会足好唱歌。有一摆开会时甲阮讲，阮教会即摆较袂唱歌，讲是安怎？伊讲问题出着的，问题出伫讲吼，一个吼唱歌足大声，啊拢会噪音，伊唱足大声，所以边仔的人吼，逐个拢唱足大声，就要甲压过，所以逐个愈唱愈大声。啊，我讲啊，即摆是安尼袂晓唱啊，伊讲迄个搬走啊，即摆逐个免遐大声啦，逐个拢吵。即。啊，我吼伫牧会中间就叫人来唱歌队吼，理由就是我袂晓唱歌啦。我的答案是啥呢？你若会晓讲话，一定会晓唱歌。啊，过去就讲啊，我的声真歹。我讲你的声真歹是上帝予你，所以你幸伊嘛。甲讲你予我即落声，害我拢袂当唱歌。你甲讲啊，因为总讲一句，上帝赏赐咱声，上帝恩典。咱爱唱歌学罗上帝，这是头一个动词。第二，用欢喜的心服侍伊。有诶翻译，即个英语翻译是 worship， 有诶翻做 serve the Lord with gladness， 用欢喜的心服侍。敬拜甲服侍会当代替用，而且会当代替用。我有读到一句话真好诶，伊讲敬拜就是服侍，是安尼敬拜上师。那用主诶名所做诶服侍，嘛是咧敬拜，真好诶一句话。敬拜是服侍，你若用主诶名所做诶服侍，迄嘛是敬拜。伊甲咱讲，着用欢喜诶心。问题是你服侍是你的心情安怎？
若讲到用欢喜的心吼，若用无欢喜的心敬拜上帝吼，我相信咱头一个就去想到马大姐啊。迄耶稣去因兜吼，伊咧无闲，因小妹坐在遐，甲耶稣听耶稣讲话，伊安尼你嘛要叫伊来斗帮忙咧，你嘛较差不多。咱人讲着，我感觉马大是足可怜的。2000年，大家拢咧讲伊啦，因为用欢喜的心服侍上帝，用欢喜的心。保罗吼，伊哥林多后书第9章第7节，伊咧讲献金的代志。迄个时阵，耶路撒冷有教会有地方，伊对哥林多教会咧无钱，要缴的要帮助遐人，伊咧鼓舞因献金，献金嘛是服侍啊，献金嘛是服侍。伊讲吼，伊讲，逐个人照家己所决定的来奉献，服侍，毋通毋甘愿，嘛毋通勉强。因为上帝疼欢喜奉献的人。保罗写即句话时，毋知有想到诗篇即个也无我毋知。总是伊甲咱讲的，要服侍用欢喜的心。上帝爱迄个用欢喜的心服侍的人。伫咱的教会内底，足侪人咧服侍。咱大家，我看大家拢真用真欢喜的心啦，这是咱真感谢的所在。用欢喜的心服侍是上帝所爱。搁一个第三个是唱歌，唱歌来到伊的面前 ，Come with joyful song。唱歌来到，我拄仔已经讲真侪关于唱歌的代志，我无要讲。咱咧唱歌的时，大家拢真欢喜在唱歌啦。台湾人真爱唱卡拉 OK 吼，逐朋友做伙，大家拢唱歌，大家拢真欢喜啦。总是吼，拄着艰苦的事要安怎？拄着艰苦的事要安怎？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不一定欢喜的事才来呢。心肝悲伤的事嘛会来呢。你来，譬如讲壮士要安怎？你要用什么歌来学？要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咱要安怎？这是咱每一个人来决定的代志啊！你要安怎？德国有一个学者叫做 Klaus Westermann， 这个人哦，伫第2次世界大战中间，伊是德国人，伊反对希特勒，叫希特勒徛去关伫集中营内底。因为伊是德国人，所以伊无像犹太人安尼互人修理哦。伊足侪时间，伊讲伊伫遐无代志。所以伊是一个圣经学者，伊伫遐研究诗篇。伊战后出一本诗篇的注解，足要紧的一本诗篇的注解。伊讲吼，诗篇内底有2款诗啦，一款是欢喜的诗，一款是 lament， 甲上帝靠惨的诗啦，靠惨的诗啦。伊讲吼，俄罗的诗吼，伫诗篇的内底吼，哪像咧放烟火。我顶礼拜有讲吼，咱讲诗篇第8篇，我讲诗篇第8篇是规本诗篇第1篇，俄罗上帝，代表俄罗上帝，上帝的创造，对遐开始，到第8篇才开始讲到俄罗。所以伊讲吼，迄敢若伫放烟火啦，烟火拄啊放的时候卜一个有哪无咧？伊讲吼，愈放吼愈旺，愈放愈旺。到甲上尾啊，伫圣经的伫诗篇的内底，伊讲的吼，差不多有250摆叫人着俄罗上帝，50摆吼，50摆以上拢出现伫上尾啊迄5篇。拄啊，我有提起诗篇150篇。150篇内底有13摆讲到爱俄罗上帝，所以伊讲哦，俄罗伫迄个诗篇的册内底像放烟火安尼，愈放愈大拍，愈放愈大拍，到尾也是13摆俄罗安尼。
靠餐的咧，靠餐的吼，诗篇内底靠餐的足济，对上帝哀怨，甲上帝安尼，甲上帝辩论的足济，总是伊讲所有即个难免迄哀怨的诗吼，有一个特点，开始的是哀怨，啊，读到尾仔是吼，做诗的人拢搁倒转来上帝信仰，搁倒转来倚靠上帝。无拄拄学了上帝，总是你会看伊，还阁是牵条上帝，伊无放散伊的信仰。因为这是真趣味的发现。迄伫迄个艰苦的时候，第一出名的诗篇就是诗篇22篇，头一句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你啥事离开我？耶稣第十二节咧用即句祈祷啊，迄是诗篇22篇。你对诗篇22篇去甲读，伊写到偌可怜的啦！伊讲我的骨高大咯，狗仔来甲我饲我的床咯，讲甲足可怜的。伊尾啊，倚靠上帝。Cross Westerman 伊就是讲，伫迄个艰苦的中间，上尾啊，原来是用对上帝的信心做结束。这是诗篇的特别。基督徒拄着艰苦的代志，也阁会感谢，也阁会学乐，迄是第一好的见证。啊，阁落去着知，因为要知吼，爱用头壳，毋是？要知爱用头壳。圣经毋捌甲咱讲，你若信上帝，规个组顶讲放互上帝拖就好，无即落代志。圣经伫彼得后书第3章18节，叫咱着伫捌耶稣基督的即个路程继续成长。咱爱捌知影咱信的上帝是甚物款的上帝，咱信甚物上帝？啊，咱是信啥？像保罗讲，我知我所信的。咱几个人有迄个信心，通讲一句话。今仔日咱读迄个罗马书第12章，伫遐保罗伫讲神学了，第12章了，第12章伊讲献你家己的身躯做祭，搁落去伊讲毋通甲即个世间相关，着伫心智换心。即个心智吼，心智英语是 mind， 用你的头壳。心智换心，耶稣甲咱讲，真要紧、上要紧的律法，就是真心、真诚、真意。迄个真意，迄个意，英语嘛是 mind， 用咱的头壳。啊，即个做事的人甲咱讲，咱着唱歌有落上帝，咱着拜上帝，咱唱歌来到伊面前，是安怎？才是理由，也是咱所爱知影的代志。咱知影上帝创造咱，上帝创造咱，咱是伊的，咱是伊的百姓，咱是伊的羊。上帝创造咱，迄个台湾话圣经吼伊讲吼，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。我感觉即个翻译对我要主平安。你知影啥？知影耶和华是上帝。啊，迄个意思是啥？你毋是上帝，我嘛毋是上帝。所有上帝创造这物件，拢毋是上帝。耶和华是上帝。伊是咱敬拜的对象，其他无啊，吼，伊创造咱。我顶礼拜有讲，上帝创造咱，敢若咱人的身躯内面的物件，咱的器官的顶头，已经足奇妙啊，敢毋是？啊，咱是属于上帝，咱是伊的，伊是咱的牧者，咱是伊草场的羊。
当然，即个做诗的人写即个诗的时，伊还毋捌耶稣啦。咱比伊搁较有福气，咱有一个大牧者，伊为着羊放杀性命的大牧者，咱搁较是伊的羊。啊，搁来是用感谢甲唱歌，感谢上尾吼，着感谢用感谢入伊的门，用学乐入伊的门 ，enter 入。我拄仔有讲哦，即首诗的开始是对全地讲的，对全地讲的，所以是包括所有的外邦人，非犹太人，所有的外邦人。啊，讲叫因着啥？恁着入伊的门，入伊的院 court， 伊的圣殿的内底。总是犹太人，咱知影，外邦人袂使入因的门呢。外邦人敢若会当到外口内底，迄内底敢若犹太人才会使入去。犹太人入去了，有搁一个所在有做至圣所，迄用一个梨仔梨条。敢若祭司会使入去，毋是凊彩人会使入去。当伊对全地宣布讲，着入伊的门，着入伊的院。老实讲，伫迄个时阵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，这无可能的代志。迄个时阵的外邦人嘛无想要去，啊，因嘛无因入去。因为伫咱的信仰内底有一个真。上帝安排真，咱较无注意就无袂记个代志。迄个长梨，伫嫁人袂当入迄个长梨，当时破去，恁知无？耶稣顶入去个是马太27章第50节了，天地黑暗，地动。马太讲吼，迄个圣殿的长梨对顶头立落来。你一个步要创互破，你是对下骹踢，迄是对顶头立落来。因毋知用外交的步做长哩，我毋知。总是迄毋是人踢的，迄是上帝对顶头踢落来。圣经甲人讲，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耶稣拍破迄个三界的墙，互咱。会当来到上帝面前，咱毋是犹太人的，咱遮拢外邦人的，咱会当入上帝的门，会当入上帝的院，无简单的代志，你知？这是咱信仰真宝贝的所在，因为耶稣基督，咱会当入上帝的门，入上帝的院，伫遮甲上帝敬拜。啊，保罗讲。通过伊，咱甲上帝搁好好，搁好好。上尾啊，就感谢伊，学了伊的命。我即摆要甲你讲，我少年的时候，迄阵啊，当地怀疑吼，我捌甲你讲，我去做礼拜是因为阮老爸着牧师，我无去拜神。我迄个时阵甲另外一个朋友，我那牧师囝，阮两个拢咧找上帝迄落。迄找茬哦，迄个上济茬。其中我讲一项哦，我讲你听，我讲哦，圣经一日敢叫咱学乐上帝啊？那为了上帝，一日就叫人爱较学乐的啦，吼。保罗今仔日伫迄个帖撒罗尼迦讲，不是学乐上帝吼，学乐上帝，吼，阮两个意思是讲，这上帝太厉害，直叫人家学乐。我甚至想讲吼，毋知是我讲的，伊讲的我袂记啦。阮会讲，迄破病人祈祷上帝互伊好哦。就爱伊好，毋才会当去学乐。伊爱人学乐，就爱好啊，无变啦。认为这是阮迄阵的逻辑，你敢知？我讲，我毋是为着做牧师才改变我的主意，我真正有想这个问题，尤其是过去这礼拜，我真想这个问题。头一项，我想真久，安怎找真济资料？
圣经内底上帝毋捌讲恁着学了我，恁毋捌讲。上帝毋捌讲，恁若找有甲我讲，我想是无。上帝毋捌讲，伊讲恁着敬拜我，恁袂使拜偶像，这有影。啊，你要安怎敬拜迄你的代志？上帝毋捌去做讲，恁着感谢我，恁着学了我。上帝毋捌安尼讲。以色列人离开伊的时候，伊伤心啦，安尼。我安尼甲恁照顾，啊，恁搁去拜别人，伊伤心啦。迄咱像一个真一个负责人，足疼因丈夫哦，啊，因丈夫搁去找小三，啊，你要敢会去叫丈夫落来甲伊学了？上帝毋捌叫咱，搁一项哦，我感觉即款学了上帝、感谢上帝即款代志吼，对咱有利益的。上帝无啥物利益的，你要帮助人，人甲你感谢，甲你学了，好，安尼尔，总是徛伫咱，咱会晓感谢，迄是咱对伊的听的回应。我开始想哦，圣经内底叫咱都爱学了上帝吼，毋是命令呢，毋是命令啦，这是做事的人，也是这信仰的前辈，因受到上帝的恩典，因要学了上帝。因知影后来遮个人，原来拢会倚靠上帝恩典。因对因的信仰经验，邀请咱甲因做伙学了上帝，毋是命令。我拄仔讲，上帝毋捌叫人讲你着学了我，无，总是学了是对咱心底感受，咱感谢上帝。人甲人的中间嘛是安尼，敢毋是？人甲咱帮助，咱甲人感谢。迄个甲你帮助的人，无一定要紧。有啦，我嘛捌听着，咱一寡人讲，吼，连一句谢谢都无。我讲，若安尼就免遐尼艰苦对无？就用欢喜的心来服侍，就唱欢喜的歌。啊，你若免了无用啊。我感觉迄是为着咱的灵魂，啊，搁一项会当学了上帝吼，是咱的特权，你敢知影？你食着较好食的物件的时候，你哦，感谢上帝，感谢上帝。一个无信论的人哦，伊即句讲袂出来，你捌信无？伊都无信上帝啊！即句话无信论的人袂讲。例如咱会当讲感谢上帝，迄是咱上帝赏赐咱的特权，咱有一个上帝通感谢。上帝恩典伫咱的身上，你要想讲是你家己搞，是你好运，会使拢会使，真侪人安尼想，总是咱做基督徒，上帝予咱的 invitation， 你会使感谢我。上帝予咱有一个出口，伫迄个感谢的时，我有一个目标通感谢。所以，我即马袂阁想讲上帝吼，我迄阵仔想甲闪经度，你知？我两个想讲，迄若一个人哦，一个普通人，直直叫人家感谢，直直叫人，那我做即个代志，恁会讲，这牧师自恋的啦，哪会安尼？毋是啦，感谢甲吟诗学了感谢是上帝恩典。搁落去吼，伊搁讲一个理由，搁讲迄个理由，就感谢学了迄边，因是安怎？因为耶和华是好，伊的慈爱到永远，伊的信实到万世代。我常常在想讲吼。伊若将下骹即句甲刷去你顶头吼，变做吼，因为耶和华是好，
伊的慈爱到永远，伊的信实到万世代，所以就用感谢入伊的门，从阿罗入伊的院，用感谢，就感谢伊阿罗伊的名，安尼嘛会使呢？敢是？迄是做父上好做的，因为所以敢是？安尼嘛会使敢是？伊咱会感恩的理由，是因为伊是好的上帝，伊的慈爱到永远，伊的信实到万世代。做诗的人，写这个的时候，伊当然了有捌耶稣。咱活伫12个这边的人，咱比世人更较有理由通讲这个话。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上帝显明伊的好，上帝显明伊的慈爱，上帝显明伊的信实到万代。咱真感谢上帝，愿咱每一个人会用欢喜的声，用敬拜，用欢喜的声服侍。咱来先来祈祷。非常地感谢你，通过这个短短的诗篇，互阮搁一摆想你的恩典，你会听。阮常常袂晓通感谢，常常甚至埋怨你。特别上帝求你赦免，帮助阮成做一个有你的喜乐伫阮的生活内面，无论顺境逆境，阮拢会晓伫你的面前感谢，相信你有第一好的安排。愿你的圣神帮助阮，互阮活出你伫阮的内面的喜乐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